现代台语版圣经马可福音第4章。耶稣搁一遍伫加利利湖边伫教示人，有一大群人聚集倚来伊遐，伊煞着去坐伫船顶，船伫湖呢，规大群人伫岸顶。耶稣用譬如教示因真侪项事，伊教示的时，甲因讲：着注意听，有一个夜种子的人出去夜种子。伊夜的时，有个种子落伫路边，鸟仔飞来，甲伊食了了；有个落伫石头地土少的所在，因为土无深，真紧就不芽。日头一个出，甲因拍着，因为无根就倒去。有个落伫刺皮内，刺仔大丛起来，甲伊翕死，就无结实。有个落伫好土地，就发芽、生长、结实。有个结30倍，有个60倍，有个100倍。耶稣讲：有耳孔通听的人着听。耶稣家己一个下时，伫伊周围的人甲12使徒来问伊这个譬如的意思。耶稣就甲因讲：上帝国的奥秘已经有互恁，毋过对外人，逐项拢是用譬如，要互因看，搁看嘛看无；听，搁听嘛无了解。若毋是安尼，因会灰心转意，上帝就甲因赦免。耶稣搁问因讲：这个代志恁袂了解是无？安尼恁哪会明白其他所有的譬如？夜种子的是夜上帝的信息，夜伫路边的是指人听到信息，撒旦随时来，甲夜伫因心内的信息抢去。相反，夜伫石头地的是指人听到信息，随时欢喜接受。不过伫因的心内定根无深，挡袂久。一个为着信息拄着患难，也是迫害，随时放煞。夜伫刺皮内的是指人听到信息了后，因为生活的看路、钱财的迷惑，甲其他的逐款的私欲入去心内，甲所听到的信息翕死，煞袂结实。遐个夜伫好土地的是指人听到信息，欢喜接受就结实，有个30倍，有个60倍，有个100倍。耶稣问因讲：敢有人点灯用斗牵起来，还是放伫面床骹，无甲伊插伫灯台顶？因为一切稳捌的，无一项袂显露；一切暗藏的，无一项袂露现。有耳孔通听的人着听。耶稣搁甲因讲：着注意恁听到的，恁用什么量互人，上帝会用相款的量互恁，甚至互恁搁较侪。因为有的要互伊搁较侪，无的连伊所有的嘛要甲伊抢起来。耶稣搁讲：上帝国亲像人将种子野伫地里，伊暗时去困，日时出来，种子得布芽大丛，伊毋知是安怎会安尼。土地自然生产五谷，大先布芽，后来吐穗，最后把穗。五谷熟的时，随时用
念力啊受割，因为修成的时到啦。耶稣问讲：咱要用什么来比评上帝国？要用什么譬喻来说明？上帝国亲像一粒芥菜籽，压落地的时是地上种子中上细粒的，压落去大丛起来，比所有的菜荽搁较大丛，发出大枝花，甚至空中的鸟仔都会当伫树园下做寿。耶稣用真侪亲像即款的譬喻，对众人宣讲信息，拢照因话明白的甲因讲。伊无用别款的方式，只有用譬喻对因讲。不过简单甲家己的门徒做伙时，才逐项甲因说明。迄日天暗的时，耶稣对门徒讲：咱过来去迄边看。门徒就离开群众上船，甲已经伫船顶的耶稣做伙去，有几若只船嘛做伙去。忽然起大风，涌半入船内，船煞予水淹到面满。耶稣伫船尾看枕头伫困。门徒甲伊叫醒讲：老师，咱得要无命咯，你无要紧哦。耶稣起来责备风，佮命令涌讲：静落去，定落来。风恬去，湖就静。耶稣对门徒讲：恁哪遐尼惊？恁还无信心是无？因非常惊吓。讲来讲去，即个是甚物人？连风甲涌都顺服。